咁邦邦哥哥，我之前去潮州啦，即係近住福建嗰邊，去買咗份手信，本來就想俾你嘅，咁一路都唔得閒，咁到最近諗住想擠住喺動物仔嗰度，諗住等下託下動物仔俾你啦，睇下點樣樣，因為有啲時間就發現到，原來係舊年買嘅12月8號，今日已經係4月啦。咁發現原來已經過咗3個月啦，已經。咁我諗諗下，就唔好俾啲過期嘢俾你啦，係咪先？一番心意。咁下一次我再去國內2日團，或者再睇下點樣去旅行，去其他國家旅行，就再補翻個手信俾你啊！有拖冇欠，最緊要係些少心意啦。今次冇辦法啦，呢個。而且其實呢個我唔知你中唔中意，有啲黐牙㗎。其實食落去係黐牙㗎，有少少。咁我暫時嚼咗佢先啦，下次我就補翻份手信俾你啦嚇。講翻聲唔好意思先啊，邦邦哥哥。好。